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顶礼拜日是冬节，大家拢爱食冬节圆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即日就是冬。冬是一年四季的第四季，寒天叫做冬天。冬天出产的，咱讲是冬笋。另外算年的单位，一年咱讲是一冬。还佫有年头收成较好，咱讲是好年冬。农作物的收成季节，若是4月，咱讲是4月冬；6月咱讲6月冬早冬。第二届收成，咱讲是10月冬，或者是温仔冬。另外一个音读做冬，有人认为讲这是文音，也有人讲这是风音差，是腔口无共款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年冬，会当讲是一年，嘛会当讲是收成的情形，像咱讲好年冬、歹年冬。另外第二个词就是孝冬，嘛会当讲是孝寒、放冬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囡仔准备要孝冬，大家拢希望会当摕到好成绩，过一个好年冬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冬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冬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